姐明天回北京了，等决赛之后再回来。今天晚上陪姐好吗？陈姐，我可是坐怀不乱。李欢，李欢，李欢！陈姐，我是不是就是你那个男宠？李欢，如果你不愿意的话，我是不会白白占你便宜的。我这个人，不管做什么，都希望做到最好，双方都得到满足，我才会面无愧色的交易，包括肉体上的。陈姐，你如果在古代的话，那就是女皇。我现在在我的商业王国里，已经是女王了。陈姐，我马上要决赛了，压力很大，我要回训练营了。好，等你得了冠军之后，我们再好好的。陈姐，我先回去了。李欢，差点失身了，这是什么阴阳颠倒的社会啊？怎么女人比男人还色？